来这个耶诞节特别到咯，真侪人会伫这个节日交换礼物。网络有做统计，甲上受欢迎、甲上互人讨厌的礼物拢列出来，尤其是马克杯这种杯啊，上侪人嫌。耶诞节特别到啊，人气歌手 Ed Sheeran 和 Elton John 互相送一件碰色衫，说互人讲有淡薄仔歹。啊，那你咧按算要交换什么礼物？应该香氛吧，跟护手霜。我自己觉得礼券是很好的，因为大家一定用得到，而且是像钱一样。筋膜枪，因为大家都可以用得到。我会送礼券这样比较实际。实际访问民众大部分拢想要送有品质的用品。Social Lab 社群实验室统计嘛发现，交换礼物头名就是芳气用品，过来是食物和芳水，过来是蜡烛、抹手霜嘛真受欢迎。有超人气排行榜，自然也有地雷榜。排行第5的是面膜，第4是玩偶，第3是衣物，第2是卫生纸，而最 NG 的是马克杯。飞仔杯已经唔那一届，互人讲是上后的礼物，虽然嘛算是实用，不过实在伤神啊。没用。就没什么用，就会放在家里，然后就放着。有一寡礼物收到，互人看甲硬气，譬如有人送今年的蜡烛，互人唔知要安怎。扫把，或是禁止停车的招牌。很雷的礼物，卫生纸啊，就是一包一包卫生纸。那你当下拿到是什么感觉？好，蛮实用的。交换礼物到底要安怎送才会互人懊恼，嘛是一门学问。不过嘛是同款迄句话，送啥拢好，心意上要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